下注嘅客家新新闻硬系陈彦祖。也呢喺下注2點，一啲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嘅記者會停電再來開始嘅。不過呢，啲記者會開始以前，啲鴉片呢，客家新新聞有一系列消息，會同大家呢來做提醒哦。最講呢，近邊呢喺6月初1有當到有關防疫嘅措施呢，漸漸呢就開始呢，我來實施嘅。佢有哪條新嘅實施，我來新嘅制度，我來實施呢，來看到亞總統當局對近邊起司，咪就會對6月初1起司，亦嘅最尾開放鬆鬆，再嚟做。另外少，故所呢要當到嘅同都將係一條相關嘅全家送店啊，係嗰度上 7-11一條同都呢，都基建呢要開放本人來租款呢。將係呢 7-11呢就係啲下晝3點起司，啲大件嘅門市就係大件店嘅開放本民眾去租款咯。最講呢買到一盒有50隻嘅最完美。咁呢希望呢本大家呢限下呢片有限下到一個重組嘅一條最美做嚟使用，然後呢一條最美買嚟過後呢，未做啲呢幾多國外嘅親戚朋友本家條來做防疫咯。先前呢政府呢有限制講相關嘅最美嘅假設呢，為幾多國外去嘅時節嘅數量呢係有限制嘅。唔過呢對近邊起司也嚟限制就來起社會，然後呢嘅有關起社嘅防疫措施還有也嘅最講像係台鐵、高鐵。對近邊起司呢啲查制度方做得呢開放本人來試東西嘅。唔過呢提醒用錢朋友嘅東西試睇咧嘅最美呢還係為帶起來，而且呢假使冇試東西嘅時間呢，嘅查制度方嘅防疫措施嘅從高鐵鴉片呢還係有要求，松鐵、高鐵、台鐵都有要求，講民眾啲操查嘅時間呢，亦係最美呢還係為記得帶到。然後呢，對6月初1起司，咪就係按大家講嘅一個防疫為開始來太解封嘅，有當到嘅防疫措施呢，會來解除限制哦。仲係啲語文發通、傳音、重塑，仲係傳堂，韓國呢仲係有限重塑一條就起手嘅人數限制，一條起手人數限制嘅前提，就係講相關嘅店家呢，會來做好相關嘅防疫措施，仲係講實名制，韓國呢會用體溫，會用酒精來消毒，仲係先前呢，大家呢，我去看天樣，我從梅花草，也係呢都唔會受到安尼限制嘅。係講呢，從台中運輸公汽鴉片，仲係坐公車、坐客運，一部分呢還係為記得呢，為來帶做誒咩？從啲先前呢，啲傳統都好，假設大家啲試東西嘅時節，幾檔我呢有一啲表面呢，為隔開來。一部分呢，還係有當到店家呢，就意味講，比到防疫嘅需求，一部分呢，還係會繼續來做下去，一直到政府呢宣布講相關嘅防疫措施做得來解除，加條呢將會來取消按用嘅相關措施。然後呢，特別是對近邊起司呢，未有宣布當到嘅防疫措施會來解除哦。唔過呢，啲講到一部分以前呢，先來看一下一啲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嘅記者會停電就要來開始嘅，來看一下先從先去。好，我们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午安。好，那谢谢大家持续的关心国人的健康。好，那今天我们的记者会还是由我们陈指挥官来亲自主持。那我们的副指挥官以及专家咨询小组的召集人张尚顺张副校长，好，也同时在我们记者会场。另外在我们副指挥官左手侧是我们资讯组的简宏伟简组长，他同时也是我们行政院治安处的处长。在我们后面的是我们的社区防治组的庄祥庄副组长兼发言人。现在就请我们指挥官跟大家简要的说明一下我们这一天来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情形。好，各位记者女士先生们，大家好。今天跟他报告就是说，今天我们新增的一例境外移入的案例，那连续第50天没有本土的案例。那这个案例是在3月的时候到美国出差，那5月31日返国，那50多岁的女性，她在5月18日出现发烧、流鼻水、咳嗽等症状，那21日出现嗅觉丧失的情况，那31日返国入境时主动通报，由机场检疫人员安排采检，然后送到集中检疫所隔离，那今天确诊，那我们送到医院里面隔离治疗中。那因为他整个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没有其他的一个接触者，所以我们只有匡列了在
飞机上面的前后2排的旅客37人列为居家隔离的接触者。那我们到今天总共加上这个案例有443人确诊，那427人解除隔离。我们现在尚未结束隔离，又剩下个位数了哈。那为了让大家我们大概在等于是比较宽松，6月7号开始宽松以后在这之前，让大家对我们的防疫的相关的政策能够有更多的了解。所以在这个礼拜，我们会对相关的各组的一些业务来向社会做报告。那我们今天特别请我们的治安处应该是资讯组的组长简处长来就建立安全的建立健康安全的防护网持续优化科技智慧的防疫做报告那我们是不是请简组长？大家好，我是资讯组组长简宏伟。那接下来就我这一边跟各位报告，在整个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期间，那资讯组在这边那协助做的一些事情，那还有就是说，怎么样在未来我们能够做更好的一些超前部署，能够做到更好的一个防疫。那尤其是在整个防疫新生活的部分，那怎么样来处理？麻烦下一页。那在疫情之初，其实从今年1月，我印象最深的就1月初4的时候，就是大年初4的时候，那时候就开始被邀请来参加整个防疫的部分。那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从民众的一个入境开始，我们建制整个入境的一个检疫系统，让入境者可以在线上及时填写相关的一个资料。那填完资料以后呢，就会进到防疫追踪的系统，在这边提供民政跟卫政可以直接来使用这个系统来做追踪跟关怀。到接下来呢，我们有发展一个电子围篱的一个系统，那这也是很多国家都持续来问，那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媒体新闻还有其他国家来询问我们怎么做。那经由这个电子围篱的系统，让警政还有指挥中心还有县市长这边可以看到在居家检疫居家隔离的一个情形。那同时为了关怀民众在居家检疫跟居家隔离期间的一个身心卫教，还有这个体温还有这个健康自主的一个管理，我们也做了一个一指神通，利用 LINE 的一个机器人来关怀民众。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从入境一直到解除隔离期间，那我们都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防护。那也希望透过科技来做更有效的一个做法。麻烦下一页。那在整个成效的部分，从入境检疫的系统的部分，从以往没有这个系统的时候，民众入境以后到接受关怀大概需要19小时的时间，那透由这个系统，我们可以把它缩短到4.5个小时，那这对疫情防护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在电子围篱的部分，从刚开始的时候，那因为技术的问题，因为民众还不适应的问题，大概有30%是出框的，到现在大概低于1%。那这个效果其实非常的好，那我们也相信这对整个社区的一个防疫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接下来在一指神通的部分，使用率也是节节升高。那我们前阵子做的一个使用度的一个调查，那民众对这个的满意度也是非常的高。那麻烦下一页。那为了我们现在看到整个疫情的一个舒缓，那指挥中心也订定防疫新生活的一个运动。那在这边我们也订定了10连制的一个指引。那在上礼拜我们有提过，包括明确告知事项，包括资料只有存28天，那禁止目的外的利用，那同时还要有一个好的一个安全防护。那这已经在上礼拜有公布出来。麻烦下一页。那收集这些资料在疫情期间，那因为法令的一个授权，收集了这些资料，接下来要怎么处理？那指挥中心的资讯组这边，那也应立法院的要求，还有我们自己在法令上的一个遵循性，那我们现在正在开始盘点，那各机关在这段期间所收集的一个资讯，那包括各部会、各县市政府，那我们开始做盘点。那盘点完以后，那我们会订定一个防疫资料的一个删除的一个指引。接下来呢，我们会要求相关的机关依照这个指引去删除，之后行政院治安处跟国发会会一起去督导各机关，来确认他们有删除这些相关的一个资讯。麻烦下一页。那除了这些以外，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个超前的一个部署，其中我们做了2个 APP， 那目前这2个都已经上架。第一个
其实是这一边的健康回报 APP。我们刚才有看到，从入境到最后解除列管的部分的话，我们其实有3-4个系统在处理。接下来呢，我们是统一由这个健康回报的 APP， 从入境的填写，那甚至呢可以用语音的输入直接回报这个体温的部分。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完成，而且已经上架。那另外一个其实也是现在各界都有在讨论的社交距离 APP。那这2个 APP 我们在3月中就开始在讨论，在4月的时候就已经完成。那我们社交距离 APP 我们的有的一个特性是符合整个欧盟的一个规范，那也在国发会的一个指导之下，那也都符合国内的一个法规规范。那这2个 APP 我们都完成了，但是我们备而不用。好，那因为整个国内的一个疫情有比较缓和的现象，那这2个 APP 我们先放在那一边，好，但是我们也欢迎其他国家的政府好来使用。那目前也有一些外国的媒体有来询问社交距离的一个 APP 的使用情形，那他们也在探寻可以使用的一个情况。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做超前部署的部分。麻烦下一页。那整个科技防疫其实不是资讯组一个组就可以完成的，那我们在这边非常谢谢相关的一个机关，好，那包括像健保署啦等等，那也非常谢谢民间的业者的一个合作，尤其像电信业者的一个合作。那同时要特别强调的，也要特别感谢的是台大的学生，他们也成立一个 Fight COVID Taiwan 这样的一个英文网站，他们把指挥中心的相关的指引都翻译成英文，那在最近，好，那也放到网络上。那我们陆续从这个 Fight COVID-19 的台湾这样的一个网站，陆续收到其他国家来询问，好，那指引的订好实施的一个方式。那这个 Fight COVID-19 那也是未来，好，那目前除了台大以外，他们也结合了其他学校，比如说交大等等，那是自主性的，他们希望学生可以尽一份力，将所有的指引翻译成英文给其他国家做参考。那在这边也一并的谢谢好相关投入参与的同学，还有相关的机关，谢谢各位，谢谢。好，我们非常谢谢简处长的报告。从我们在疫情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整体在这次的疫情里面，在分流隔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不过怎么样让它做得有效率，又能够很确实？那仰赖的我们的资讯系统也非常的多。从一开始大家记得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要到居家检疫或者在隔离的时候，它时间都拉得比较长。那渐渐时间就在我们的系统整合之下，那就能够很迅速、很确实的来做。所以从比较长的时间，刚才简处长报告从19个小时缩短到现在4.5个小时。那就会从这个入境，到这样子一个报到关怀开始，就能够很迅速的做。不过因为在疫情在紧张的时候，那当然收集了很多或串联了很多的资料。那在现在疫情比较缓和的时候，那开始检视这些资料串联，它的一个就是一个适法性，还有它一个未来在删除或是在保管上面整整的一个规定，那现在也要展开整个的盘整，让它能够做得更确实。那另外2个新的 APP 是为了未来的一个超前部署，万一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发生的时候，能够迅速的启动，让我们整体在居家检疫或是我们在疫调上面能够做得更确实、更迅速。那以上就这样跟大家做报告。那现在有问题的可以提出来。中国时报部长好，我想请问一下，昨天日本宣布说考虑松绑入境管制，第一波国家有泰国、越南跟纽澳。那台湾今天已经连续50天没有本土疫情，想问部长为什么台湾没有被列入这波名单？那第二个问题想问部长，就是日前有专家指出，就是我们写给 WHO 的警告信并没有使用国际通用语言，就是 human to human transmission。那专家指出说，这个惯例其实从 H1N1 就已经开始了，那没有这样子写，就是世卫很难理解，它确实会人传人。那又有医生讲说，就是指挥中心其实是在1月7号的时候才透过民间的友人知道新冠肺炎证实会人传人。那我们如何能在去年的12月31日就警告世卫？最后一个问题想请问，就是我们日前宣布6月7号起国内大解封，想问说为什么不是6月1号，就是今天就开始？因为许多餐饮业者一些
工作者就排班都是从6月1号就开始，那从6月7日的解封这个日期的考量跟依据是什么？谢谢。一个有关于日本，当然日本他们怎么在这个边境的管制上面，当然有他们自己的考量。那不过外交单位现在在跟他们在联系之中，了解一下。那目前来讲，这个名单好像似乎在外交层还没有说完全的定案，不过基本上这是属于日本对于边境管制的一个想法。那至于为什么在6月7号不在6月1号？那基本上我们还是希望走过4波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潜伏，让它能够国内的状况让我们能够更清楚。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是从4月30号起宣布，就是要做防疫的新生活。那在这段时间可以做相关的一些规划跟检视，那还有让我们的主办的单位也好，或地方政府也好，来建立相关的一个管理或是监督的机能，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点时间。那看起来这样的一个时序的安排也符合现在社会的需要。大概从现在开始，就是越来越松。那到6月7号，我想各方面的准备应该能够做得比较完整。好，那至于刚才讲说那个human to human 那个有关刚刚讲的就是这个我们12月31号，那针对这个事件跟世界卫生组织还有中国CDC 这边去做查证的这个讯息，那是属于我们在国际上常用的一个监测系统，叫做谣言监测啦，或者说所谓的事件监测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说，在先前其实很多人都注意到说，媒体的记者事实上对于每个国家它这个如果有疫情先发生出来的时候，常是第一手的报道。所以在 SARS 之后，我们其实就已经建立了一套像这样所谓的谣言监测的一个系统。那这其实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各个国家，如果你要符合这个就是所谓的 IHR 的这个有能力的，就是能够做到我们的所谓的整个国家的生物安全的一个监测的部分，那就是要做到刚刚讲的这个所谓的谣言监测。那当然一开始我们必须要去确认这个谣言是不是真的是谣言还是事实啊。所以在我们已经发现这是谣言的时候，台湾政府这边就已经当天成立了这个一个应变小组，也针对武汉直航的飞机做这个登机检疫。那事实上，只要国际的有这个惯例的时候，都会针对类似这样谣言做进一步的查核之后做进一步的行动。那这其实都是国际的惯例所做的。谢谢。长荣航空董事长林保水有呼吁说，可以优先来恢复这过境不入境的中转业务。指挥中心现在有在评估吗？另外，国家实验研究院有开发了一个国际社交距离计步器，它会按照各国的疫情来分红、黄、绿灯，供民众参考。这是不是未来可以当作我们开放边境的一个参考呢？谢谢。有关于作为中转的这一个部分，我们在上周有跟民航局，那也请民航局协调这个机场公司那边去做出先去做一个盘点，那规划看看在以桃机为例，那在 T1 跟 T2 的这两个这个航厦里面，那是不是因为过去没有疫情，所以在转机的过程容易这个转机的客人跟这个入境的客人混在一起，让他们去盘点一下，是不是有办法规划出转机有转机的这个专有的动线？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些大家来做一个讨论哈。所以上周先跟民航局还有航空公司机场公司这边已经有先做过一个口头上让他们来去做一些研议哈。那我们是希望他们在这一周如果动线可以提出来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来考虑航空公司这边转机的一些业务。那有关在国际上做的各种的标示当然我们会研议它的内容的情况跟它的标准为何，当然都会作为未来在防疫或者在边境上的一个重要参考。
部长好 ，TVBS 提问，想请教吕秋远律师啊，看您这几天全台跑透透，他有推销景点与产品，他自己是说了，他觉得很于心不忍，他希望说各县市府可以放过你，让你可以暂时的回家休息。那你怎么看？你会想要继续走完接下来的行程吗？那另外一个问题是，日前苏院长他南下屏东的时候有去视察高雄荣民总医院，但是因为高荣的院长不知道医院的停车格有多少，所以被苏院长大骂。那我们想问一下，也身为医师的你，会觉得说院长知道医院的停车格有多少吗？对于这件事情的你怎么看？谢谢。大概2件事情了哈，那基本上就是到台湾这样走一走哈，当然有一些是因为我们那当初的时候有一些的措施，那形成一些商圈的有一些伤害哈，那么也去看一看，也予以关心，那希望能够复苏的能够更迅速一点。然后第二个有关于在医院的停车位，那我想苏院长一直对这样的一个停车就是便民上面他非常的在意，他觉得在医院或者在长照的单位里面，如果在停车位不足，那对在行动不便的这些人或者身体不舒服的人，可能就是不是那么的方便，所以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停车的位置，他希望院方能够充分的掌握。那如果不足的时候，应该要有一个应变或替代的方案。这是苏院长一直希望能够要求的。你好，寰宇新闻。想要请问您，因为昨天你有回应过说，关于柯市长夫人陈佩琪说警告是为这个电邮是有一点硬啊，因此呢，有媒体人就提问说，是不是你最近人气太夯，因此市长柯文哲、民众党已经将你视为要挑战2022假想敌，还是你本人也有这个意愿？谢谢。那假想是建立在很多的假设上面嘛，所以对假设问题我们也很难去回答。那我昨天回答那个相关问题，我是说我们相关的有关于这样的一个通报或跟 WHO 的往来，事实上我们是全文全部的情况都跟大家都报告过了。那至于怎么样解读，那怎么样去看，那根据个人的判断，那做出相关的评论。那我们就对这个评论的评论，我们就不评论了哈。部长好，中视提问，想请问第一题是有关于口罩囤货的部分。那想请问一下，这个口罩囤货有算说是多少的量就算囤货？那依照哪个法规会给予怎么样的惩处？那第二个是想请问一下，根据瑞德西韦的跨国研究指出，比起白人跟黑人，亚洲人的治疗效果最差。想请问指挥中心怎么看？以上，谢谢。应该是说那个口罩的价格还是？就是因为现在已经口罩可以开放购买，那就是怕有人会有囤货的这个部分。那请问一下，说囤到多少的量，它其实这样子是一个会不会是一个违法的状况？那要怎么样给予惩处，或者是怎么样去找到这种状况？好，这个应该是在公平交易法里面都有相关的一些规定。那公平交易委员会会予以处理相关的事务。那基本上说囤积、那哄抬、联合涨价的行为是不被允许的。好，那至于刚才说要效果。好，有关于这个问题，好像先前也有问过了哈。那在这个美国 NIH 哈，就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他们的临床试验的报告里面，有日本、韩国跟新加坡3个国家，那4家医院有参加进去这个临床研究。那所收集到的个案数其实是偏少的，然后那再加上美国本身大概也有一些亚裔的哈，所以 total 亚裔的人总数在整个研究群体里面还是偏低的这个样本数，所以这个也确实还不敢下任何的一个定论，然后就必须要等更多的一个资料以后，那才能看说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在这个公司本身另外做的一个研究里面，并没有特别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所以我们在这个食药署的一个审查的会议里面，也当然也有特别注意到这一点。那不过专家们都认为，这个部分目前还不能下任何的结论，需要再更多的资料才做下，确实到底是怎么样子。
中国时报，不好意思，部长，我想追问一下，就是除了日本以外，其实今天台大公卫学者也有提到一个解封指数，认为说就是台湾现在的解封指数只有0.06，可是包含希腊还有亚洲部分国家都没有把我们列入所谓的解封清单里面。那想问说，先追问刚刚日本外交部还没有定案的意思是什么？是说我们有可能进入他们松绑的第一波名单里面，是这个意思吗？那其次就是对于其他的国家也没有把台湾列入，那学者是建议说我们应该要利用我们的防疫成果去跟国际谈判，我们会把这个作为一个计划或是目标之一吗？那其次想要再确认一下，刚刚庄副提到的就是那个监测的那个惯例。这个意思是指说，当我们成立了这个指挥中心的时候，就代表有这跟人传人的关系是什么？就是跟当初你刚刚讲的是那个惯例嘛？那我们写信去警告世卫，这个关联是什么？可以再说明一下吗？谢谢。第二个，它每一个国家当然对它边境还有它的一个外交都有一定的一个程序跟做法。那我相信我们的外管也都会持续的用我们这样的一个防疫的成绩，让国外或外国能够了解台湾现在目前的一个安全的程度，这我们会持续来讲。那第一个，在人传人，我们是警告，我们就说我们有发过这样的函，那事后大家觉得是不是警告？讲说那个是一个评论，那我们讲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描述，但我们并不会直接下。我记得我第一次在记者大家问到这个问题，说我们不会直接去下诊断，我们是得到这样的一个讯息，把这样的讯息那传给 WHO。那我们是认为就是说，如果你从事后来看起来的话，你认为说有这样的一个隔离治疗一定的程度，那大家就自然会想到那样的可能性。但我们并不是诊断的国家了哈。不好意思，《工商时报》提问，就是说之前我们指挥中心有说，我们现在要在思考这个短期的商务、人道跟国际医疗的这个要优先放宽，要思考他们这个优先放宽入境。那因为今天那个立委何志伟有开这个座谈，那庄副有提到把这个方案有一个更明确的轮廓，就是说可能未来全世界会分成几大类，第一类例如说只要入境之后只要都自主健康管理的是纽西兰帛琉，那进来要做5天检疫的可能是越南文莱，那至于日本、澳洲或泰国可能风险比较高等等。那想请教一下，我们这个目前这3方面的这个优先放宽入境的方案规划进度是如何？那什么时候公布？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2月初开始陆客全面进入台湾这样子，那现在已经4个多月了。那大陆疫情有明显的有一些获得控制，那我们是不是可能可以基于一些人道考量，针对例如说领有团聚证但还没有居留证的陆配亲眷来台湾跟家人团聚？谢谢。跟各位说明一下，早上是因为何志伟委员，那针对这个国际旅游要成立一个国际旅游联盟的部分，那请这个相关单位的产官学这个边都有出席。那我这边大概是根据就是我们目前针对国际疫情的部分，大家一直在提有一个什么解封指数。那事实上，我们指挥中心也有一个类似的一个解封指数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啊。我这边大概说明一下，我们大概会针对目前国内的疫情的规模，也就是说它最近14天之内有没有增加了多少的人数啊？的确定病例数，或是说每100万人口的平均确诊病例数，这个来当做这个国家它最近的发病的这个人数或比例上面发生率上面到底是多少？那第二，我们会考虑它的监测的一个积极检验的量能的这个部分哦。那这个部分就是说，类似像我们虽然只有443例的确诊病例，但是我们其实从一开始到现在已经检验了7万多例的一个的检验了哦。所以虽然我们不是其实没有一个国家是有普筛啦，那以这样的方式来说，我们其实检验的这个每确定一例，那所检验的能量算是在全世界也是排名前几名哦。
那再来是有关疫情的资讯的透明度啊，那这个大概是我们可以透过各种不同的资料来源来评断说它每天是不是有更新这些疫情的数字。那最后就是所谓的双边互惠的原则了啊，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开放这个边境的话，那也是需要说对方也需要也应该对我们的国民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开放，而且就是说我们双方对于这个疫情的一个就是检验啦、采检啦，还有这些都能够互相互信、有认证的这个样的一个机制，那才有可能说我们对就是双方可以用互惠的方式来做这个开放啊。所以在这样的所有的这个架构之下，我们会针对目前全世界的国家。每天都会去做一些研判啊，哈。那我今天在和立委的记者会上面，大概就是说，我目前大概先针对全世界国家分成4大类。那第一大类就是刚刚讲的，可能是纽西兰跟帛琉，那这个可能未来每天都会变化哦。那也就是说，针对这一类，我们有可能因为他们的这个病例发生数是比较少的。那有考虑是不是要做所谓的自主健康管理就直接进来，但是这个都还没定案，我只能这么说。那再来是第二个风险比较低的这一类是所谓的越南跟文莱那他们可能最近有发生一些病例，但是还是属于风险较低的。那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如何？因为我们如果还是维持这个检疫14天的话，那在对于推动商务旅游的话。这可能会比较不利所以我们这边有思考说，是不是可以就是检疫5天之后，那采检阴性之后是自主健康管理的类似这样的方案，都还没有定案，我只是先说明那第3类是就是可能是日本、澳洲、泰国，那这可能是不是要更严格一点？那最后就是其他，所以应该是4类了那再来就是说，何时要做针对这一块做这个开放？我想还是谨遵这个苏院长的一个原则，就是边境风险严管跟国内松绑。那目前是以先国内松绑的旅游松绑这个方向来做那希望说，在国内的旅游是如果也可以做到一些认证的机制啦，比如说它在交通、住宿还有景点的部分。都能够维持像我们乐活防疫的这些原则的话，那让这个旅游的这个业者都能够有一个认证的话，那未来就说如果国际我们要开放边境的话，那也可以让这个国际的旅游有类似这样的一些保证啦。那有任何发生疫情感染的话，那我们也比较容易追踪。那这个大概是这个早上所提啦。至于说什么时候要这个开放，那这个实际上还牵涉到非常多，比如说跟这个国家之间的一些就说还要互相谈，那这个才有办法再进行。以上，谢谢。我刚刚说那团聚证的那个部分，就是说有，例如说对，有关于说在。中港澳这边基本上我们还是要尊重这陆委会它相关的一些考量如果他提出来，那我们就会互相来做讨论。指挥官您好，民事提问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山大学在国际权威的期刊Science 共同发表这个专文，他们指出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病毒可以用极细微的气胶悬浮微粒或是液滴的形式，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气溶胶的这个部分，特别是无症状的患者在不知染病、没佩戴任何防护口罩或防护措施下面，可能会让这个气胶传播成为主要的感染途径。想请问指挥中心的看法。那第二题想要请教今天公布的这个确诊案例，那因为它有匡列飞机上的前后2排37人这个居家隔离的接触者，这请问一下他们目前有症状吗？那他是不是在登机之前他就知道自己的症状？那这个航空公司有没有做妥适的处理？谢谢。好，
好，有关于气溶胶，当然可以带有一些病毒颗粒，然后会造成传播的状况。这个我们先前也已经提过了哈。这个可是，在一般的状况下，我们不会制造太多的气溶胶。那通常都是在做某些特殊的处置的时候，那比较会制造这样的气溶胶。所以，对于我们平常我们正常的人这样子的，即使包括一些咳嗽，那大概也不会制造太多的气溶胶在我们的周边哈。那通常都是所谓的飞沫的一个状况哈。那气溶胶。我们还是对于病人，我们避免要做某一些的形式的处置，减少气溶胶的产生，这也是减少传播的机会。有关这一例的部分，他在美国也没有就医啦，哦，所以他到底是不是确诊的个案，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那根据我们的这个部分的话，那其实在我们过去。每天大概都有10-20例的个案，因为有症状而采检，那并不是每一个有症状的都会确诊了哦。那先做这方面的说明啊，所以在这个尤其这个病事实上除了发烧之外，那有可能那个症状是非常轻微，那个人也无法确定。那我目前的做法就是说，如果他在抵达之前可以主动告知，那我们这边大概就是根据我们这个做法的话，就是做在机场当场采检，那采检之后会做相关的一个措施。以上。好，至于刚才我们在提到很多在边境上，但我们是积极在开，那大概分作几个嘛哈？刚才讲过说一个。我们中府有提到一个，譬如不管是在发生率上面，或近7天、14天，它的一个发生的情况。然后第二，再看看它的一个检验的量能的合理性，是不是能够把它基本上的病人找出来。然后第三个，当然是要互信互惠的原则。那这些都是考量我们要不要来开。然后第二个，在开的里面，我们当然会设定很多的方法，根据在长期停留或短期停留的必要性，那样的必要性有之后，我们再能够跟我们的居家检疫或集中检疫，再加上适当的一个采检的时序，来安排各种不同的情况。然后第三个就会有一个通案，或者会有个案，这样的一个处理。当然有非常重要的个案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在怎么样的防护的之下，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往来。那中等需要当然是要列在这所谓的一个通案里面来做办理。大概分作这3块。那跟各个单位就他们的一些不管是经贸往来，或者不管是从人道、经贸、产业，在我们的国际医疗这些都会列入在我们这个重要的考虑里面。好，那今天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那我们记者会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好嘅，有关近期关于进行疫情的部分，家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系宣布，近期呢台湾系新增加一例对境外西落来嘅确诊個案，呢個確診個案呢，佢係一例50歲嘅女性哦，佢喺第3年15月去到美國嘅片出差。都係5月15日時節，5月18嘅日嘅時節，佢就開始出現經發燒，還有有流鼻嘅一條相關症頭。嗰家今日咧差唔多都係5月25日，就開始出現皮膜埋到面試嘅相關情形。都係5月30日，佢轉來台灣嘅時節，佢就主動同台灣嘅檢疫人員來通知哦。下喺呢經過採檢就啲檢鼻確診咧，故從呢啲檢鼻咧，台灣新增加一例確診個案過後，台灣一下確診人數總共來到443人，韓國呢累計係70人死亡，另外基礎隔離嘅民眾還係有增加114度，來到427人，也有關檢鼻關於情形疫情嘅部分，韓國呢家下呢啲。記者會當中呢，嘅指揮中心沒有同大家呢來說明講，台灣呢啲亞白嘅防疫當中係利用一啲科技來做好防疫咧。一個指揮中心呢就特別同大家講嘅，最講呢亞白呢，台灣呢係用智慧科技嘅技術，為了建立一啲空間安全網。從一開始呢，大家可能先記得咧，就係大家呢對國外轉來台灣嘅時節，假使呢我入境都係去掃描一個 QR code，我有一個入境
嘅检验系统，啲地度呢我来下资料后本相关嘅检验员来了解，有许多呢韩国呢下来可能呢会系啲呢条素材，唔但止呢系为中国一条民众嘅风险情形，韩国呢系为了关怀家条为了相关嘅防疫牢记做好来。然后呢，韩国有从亚嘅天子为例亚部分呢，咪系东岛国家，一下呢行动上爱来好些呗，咪系大家呢建成出嚟。主要呢係天子为例呢同呢係針對為做自家隔離，亦係自家檢疫嘅民眾，係運用嘅天子技術、通信技術來製造到家條嘅行中家條嘅行通。希望呢，我哋減少家條偷走出去嘅情形，留佢嘅社區防疫做好來。韓國嘅指揮中心咪同大家講，其實呢，啲亞拜嘅防疫當中呢，政府呢係有研發嚟動到新嘅 app， 從一個空間安全嘅回報系統，然後呢，韓國有一個保持社交安全距離嘅相關 app， 其實呢都已經有研發好嘅。不過呢，正講一下關於以前有卡款呢，故所相關嘅 app， 一下呢都用唔到嘅。嘅政府呢主要呢係同大家講呢，下來呢，就算疫情結束嘅，嘅政府呢還係會繼續運用一條科技技術呢來做好關於故意疫情，韓國有關於空間管理嘅部分，希望呢大家呢做啲限壓風險。限壓安全，好下來呢，我再個同大家呢來講到，就係講其實呢對檢備其實有當到嘅一個防疫嘅管制措施呢，就開始愛來變用了。像係呢，一個台北市就已經宣布嘅針對私立嘅所有公共嘅場館，對檢備其實呢都做啲呢在個對外來開放嘅。唔過呢，啲學校一部分其實呢還係為在個考慮哦。然後呢，新北市政府係有發現講，對一個疫情發生過後，現在呢可能呢係要動到點加呢度嘅防疫，故此呢就留意嘅點度嘅所有嘅程序呢用唔是細程序，就造成呢一條新北市嘅垃圾量來增加動到嘅。稍後呢就嚟看新聞報道。ไปทุกอย่างจงควันโบชนกีชนหับ推被时ควันโบเขียวสามารถ推ถุง软熟ควันกินห้างถุงเฮลจีทิ้งชีถอย送被时每天天的改出各种风雨措施推被时年在红度改风出太高瞻和外口讨论校园的部分明天教育局会跟各界来做一些讨论符合相关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规定的范围之内原则上都开始开放那场馆跟门票也会有相关半价的这样子的优惠我们这2天会做好充分的讨论，在礼拜3来跟各位做一个报告。那6月7号有些作为上，其实我们可以配合中央。那有些新北市的生活模式不适合的，所以我会来跟大家做一个完整的報告。新北市係按順度抽三，讓外界報告解放情形，每日維護開起人期間，東京中聽到民眾都顧能無下，都是要嚟就很外送。每本用過10條睇嘅春期使用路提醒動作，特別是環保球講，今年之年到4月份，至春期嘅部分增加嚟中權量上。紙餐具的部分就是紙容器的部分，其實今年已經增加了這個是9.37%哈，就1到4月哈。其實在去年的5到7月，台北市的話，平均每一天大概收了546包新北市的這個專用垃圾袋的垃圾哈。那其實它還是我們台北市民丟的哈。那新北市那邊是他們收了1710包哈，大概是將近我們這3倍。尤其在今年1到4月份，我們的垃圾也增加，那是因為疫情的影響，所有的活動基本上都在家。來生活的太陽，所以住家的生活的垃圾量就不斷的增加。要用呢強調，送俾為強下好好分析垃圾增加嘅年齡，不垃圾減量。特別是係到明年開始跳過垃圾處理費，和規劃明年7年，所有特別是垃圾退清業者會加按 GPS 系統來對照清運嘅路線。記者郭燦然、沈志明綜合報道。也呢，一個呢個縣市政府開始來解放嘅，唔能將民眾同歡喜哦。從廿幾年呢啲特別是百貨公司係有太賣從鴉片，嘅人潮呢都同前一波來比係顯明增加同多。然後呢同歡喜係有一條相關嘅理由業者，從呢種鋪呢就有遊覽產業者，一條呢就上到東價咯。第二條呢就超一條相關嘅消費者相關嘅利行呢，我來整一啲發動嘅3年嘅旅遊行程，嘅民眾呢是為出相關嘅飯店嘅錢，還有其他費用。
以外呢，佢包含嘅像係茶資、像係保險嘅相關嘅錢，早前呢都係業者來出咯。意思呢就係講業者填出錢呢來幫一條消費者出去留了，希望呢其一條呢係千強調講。一個業者一片為了相關的防疫措施做好來，希望呢大家呢做得好好安心出去留了，唔使驚。尤其呢係希望大幫一個補助的措施，希望呢帶動大家很多位民眾出去留了。來看呢新聞報道。OK， 36，看一下手上。上車前量體溫，行外噴酒精成吐，行過茶以後，為嘅感覺來錯，為茶搶從20萬嘅年下，按照新嘅安排，大家對亞賣嘅立場各有信心。防護做以後啦，哈，農業消毒啦，等你馬家農消毒，馬個馬農消毒，千萬錢啦，你當叫冇出來啊，大家人都想到要出來。我哋有人出同嘅，等人出嚟行下啦，每日開到證明咗，我哋真正錯咁就出門，無碼嘅變錢。喺亞賣疫情期間，政府也對啲油業提出補貼措施，一下疫情高得咧，啲油業者玫瑰出價嘅相關來帶動關於嘅消費市場，可所推出亞賣嘅感恩回饋發通，適合遊覽車睇南條10條嘅冷水法。花東3日遊才3300哦，超便宜哦，服務住哦，交通都很。3300就是包含了吃跟住，那我们每一个業者的車資的部分都是由業者自行吸收，所以我們非常的感謝那個這次來配合，為了提振這個觀光帶動的這個大家的付出。業者表示，政府補助係暫時嘅，也下大家搶網等做得多多嘅開放限制，確保民眾為高上嘅出去遊覽，能做得有效進行相關產業，經濟那位做得為有成功。下個新聞地方貼南條報道。也其實唔單止業者呢，係都希望民眾出去留了，連政府呢係兼顧力，睇下呢做得假使做好防疫措施呢，啲關於旅遊業部分呢，算係同安心咯。咁啲呢，鄉親朋友啲沙來嘅禮拜六日有上愛去奈留了咯。其實呢，就係啲呢客家種鴉片，其實呢咪有動上面嘅素材哦。尤其係一下係熱天就幾件會到嘅，有動到熱天嘅購置係非常上癮咯。咁今邊呢，我同大家來紹介呢啲素材呢，就係啲屏東嘅女僕嘅董片村鴉片，嘅董片村呢有馬街卡貼片呢。最講其實呢啲董片村嘅片呢，啲前幾年嘅時間呢有動到嘅農民，然後呢就世界前面從係中有動到董貼片，從係啲土方寬度，從係有蓮霧啊、鳳梨啊，還有種貨量高一條經濟價值動高，動數民眾分享嘅一條高資嘅農民，然後呢就整理一個團體呢，希望呢我嚟打團體戰，咁呢嚟行銷女僕嘅客家種鴉片嘅農產啊，還有有人工鴉片，都有一部分呢嘅採體嘅鄉親啊，加條限地嘅總條杜風，使嚟一個動有客家意象嘅入口嘅種子藝術咯，希望呢打造出客家種同年無強用嘅旅遊特色，向民眾去到客家種嘅片留了。接下來就來看呢新聞報道。比操到同兩米安高由東片客家市同波薩村農產所組成嘅意象企業來，東片村民貼拍舉行安操儀式。往後啦。有眾多嘅企業還有來賓共同來下奉使用。東片村入口意象真實使用廿世紀嘅靈感，還係由居民自家設計嘅。佢當然嗰度風師嘢，其實兒童風師嘢係截然不同啦，因為有客家市嘅面貌都出來呢。故所能夠用黏面嘅客家市呢來呈現一個特色。那麼聽人哋狀況呢，做一個入口意象呢，本客家人咯來了解人哋狀況嘅一啲文化嘅。今仔睇人哋現狀嘅各農場嘅指標系統，人哋路嘅指標系統全部結路差唔多嘅哈。黃梨、諾里果、果果啊、鹽酸呢、火龍果、酸果一道，仲係東片村採體嘅農產品。未來還有香葉蘭農產品上市。東片波薩村執行長黃英陽表示，東片社區唔是發任何一單元，如做得對波薩村企業拿到股東嘅本俸，用來照顧社區地方嘅裝備。東片波薩村唔係那產業嚇，而係啲社會企業。嘛係啲裝頭嘅，一啲活生生嘅保管用嘅。個團結，共同打造一啲適合老百姓來喺啲
伊的全新的沙旗吼。全国2期100哈，全国2期100。沙旗同农民以全村嘅力量，用东片波萨村品牌，也今年参加热带农博嘅绩效人每男，更加在同业橋意向企起來，變做貼上打卡新地標。居民也希望持續同東片村也快扛棒出比量，唔單止行設波薩村，也本東片村嘅社會福利同產業做得共享共用。下個新聞潘成旺平的報道。今日對呢新聞報道度方呢，就看到其實呢啲屏東嘅女僕嘅東片村鴉片，所有村民呢家頭呢都非常嘅順風呢，非常嘅團結咯。家頭呢係大家呢共下來免條件來推展睇菜地嘅觀光韓國有農特產品。嘅也呢認真講，呢天就會到誒許多屏東嘅片呢，其實呢係非常合適去留條。所以看到呢一個同遊客家以上嘅相關呢布置以外呢，布擺以外呢，韓國呢就嚟識到一下對時嘅相關農產品，像係黃梨啊同火龍果一條，許多嘅片又好料又好搞。嗰種呢咩反映鄉親朋友啲疫情一下冬風天嘅時間呢，做得呢利用有限嘅時間，禮拜6嘅時間，許多人呢客家中去留看看啦。咁以上呢就係今邊客家新新聞同大家帶來嘅相關新聞重點。想鄉親朋友都會提供早晨9點半繼續收聽客家新新聞同大家帶來前線嘅相關疫情消息。客家新新聞，客家 Live， 本午前線嘅疫情資訊。我係陳延洲，我係紀禮定。當日早晨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前景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和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